平安。当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风浪，也在当中依靠着耶稣，我们要得胜。虽然有许多的困难、许多的挑战、许多的天灾临到我们，然而仰望上帝来帮助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唯有耶稣，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唯有耶稣。让我们来赞美他，让我们来敬拜他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；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；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不能与你相比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；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；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赞美他，赞美他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，无人与你相比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大能赦罪行神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唯有你与我们同在，唯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这些都献上感谢与赞美。主啊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唯有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掌管这天地，能够使水变成酒，能够使死人得以复活。主啊，你有权柄释放，你能够将那不可能变为可能，你让瞎眼人得看见，你能够医治伤心的人，你让我们身心灵得着了健壮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依靠你。
亲爱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愿主你就在当中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主你的圣灵就在这当中运行，愿主你带领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，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7月29日，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7章第13节到第23节。列王记下第17章第13节到第23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上主曾经差遣他的先知先见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说，要离弃你们的恶行，遵守我的诫命，就是我给你们祖先的法律和我借我仆人先知们传给你们的法律。但他们不肯听从，他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顽固，不信靠上主他们的上帝。他们拒绝上主的教训，不守他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不理他们的劝诫。他们去拜虚无的偶像，自己也变成虚妄。他们随从邻国的风俗，不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仿效异族人。他们离弃上主他们上帝所有的法律，铸造了2头金牛来，又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。他们拜星辰，侍奉巴力。他们把自己的子女烧献给异教神明，又向通灵的和算命的问卜。他们出卖自己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于是上主向以色列人发烈怒，从自己面前把他们赶走，只剩下犹大国。但是犹大人民也不遵守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，他们仿效以色列人民所接受的风俗，因此上主弃绝所有以色列人，惩罚他们，把他们交在残忍的仇敌手中，最后从自己面前把他们驱逐出去。上主分裂了以色列和犹大以后，以色列人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。耶罗波安引他们背弃上主，使他们陷在大罪中。他们随从耶罗波安，不断重复他所犯的罪，直到上主从自己面前驱逐他们，正如他先前借他仆人先知们所警告的一样。于是以色列人民被掳到亚述，一直住在那里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7章第13节到第23节。列王记下第17章第13节到第23节，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他们一直在讲到说，一直在学耶罗波安，一直在学这些不对的东西，而在这里面一直在得罪上帝。或许他们有一些丰功伟业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后续开始出现的是，他们被驱逐出以色列这块土地，所以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想说你的生命要怎么走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要跟随上帝，还是要跟随其他的？所以在这当中，在透过昨天的讲道，也其实在提到说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要跟随上帝，但是我们又用了很多其他异教的东西在这里面。其实我们的心，虽然嘴巴说要跟随上帝，但是我们的心都在外面，都在其他的偶像身上。所以我们没有单纯的来跟随上帝。也有些人说，我多一个神而已，我不能拜其他的吗？这不过是我众神之一。也有一些人在教会长大了，会觉得这也只是众神之一，所以我要去外面寻找其他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当中，他们也在排序。或许他觉得这是众神之一，会觉得他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，没有影响。对他来讲，他不想要这个上帝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实也让我们回来看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处理。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关于这生命的问题？所以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上主曾经差遣他的先知先见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。所以对两个国家都有警告，不是针对谁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偏心，上帝偏心，他只爱犹大。其实上帝确实有一点偏心，因为大卫的缘故，特别关照犹大，但是他也花很多心思在以色列身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上帝曾经差遣他的先知先见去警告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，对他们说，要离弃你们的恶行，遵守我的诫命。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上帝一直在跟以色列人讲，但是他们一直听不进去。其实之前也在看一些资料，在讲到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人的沟通，或者父母对孩子的沟通，常常是无效的沟通，因为你一直讲，但孩子就是一直不听，因为你一直讲，所以他一直不听。爸妈也会觉得，因为你一直不听，所以我一直讲。而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一直期望他这样做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，所以这当中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矛盾，很大的一个冲突。或许后续父母悔改，或许后续孩子悔改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看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的沟通当中，很多时候好像是一个无效的沟通，因为上帝一直说，一直透过先知先见，一直来跟以色列说，或许给他很多糖吃，对他有很多的保守保护，在战争当中也让他赢得了许多的胜利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想出去就出去，他要离开就离开，他把上帝推出去了，让亚瑟拉、让巴力进来了。所以就是如此，在这当中，用现在来看，我们也会去说，要去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什么样的性质，我们要怎么去跟他沟通，怎么样讲他才会听。其实我们也可能用了许多的方式在沟通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哇，这许多沟通越沟越不通。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听到很多，到现在许多的家庭也是如此。当我加入一个脸书的社团的时候，里面听到很多父母在说一些东西，会发现他们的谈话当中，孩子根本不听爸妈所说的，孩子接下来他已经有他的决定，爸妈只是想要否定他的决定，而这当中也袒露出很多父母的担忧，
而在这样担忧当中，父母也不知所措，只好上到群组来、社群来求救。但是在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社团里面的人所讲的，其实也无能为力。他们可以讲了很多经验，但是回头来，其实我会觉得都没有用，因为这都是过去所累积到现在的。而在当中，如果看的这些文字有用，那很好解决。我们看到这也是如此，以色列的问题从耶罗波安开始，从他的不安全感开始，一直延续到后面这许多的王，也一直到后续的耶罗波安二世啊等等的这些王，也一直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里面，他一直在袒露出一些东西来。而在当中，我们要去追究，我们要去探讨的是这些王他的生命里面。我们过去也讲到说，从耶罗波安的不安全感，从后续这些王他们受到了他们的太太或他们的母亲的影响，甚至其他的国家的攻击等等的，有很多事情在影响着他们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有许多事情在影响着我们，而我们的选择呢？是不是就这样离开了上帝？我们的选择常常是如此，就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所选择的是离开上帝。在哲学里面，在讲到说，现在选择是过去的许多过去所有选择的累积，到现在你会做这样的选择。所以当父母呢，是不是也要从小就让孩子能够有做对的选择？那种对的选择并不尽然是你强迫他去选择什么，而是你要让他看到典范，你要让他看到学习的样式，你要让他看到父母的样子，他们愿意选择来跟随你，从你的生活，从你的各方面来学习你。为什么这些王他会听母亲的？因为他们都跟母亲生活在一起，跟他们的另外一半生活在一起。当然我们也会讲说，为什么都被他另外一半影响，而不是影响他的另外一半？其实圣经里面在记载了，特别是被另外一半影响的，才会特别写出他的太太是谁。所以在这许多的事件里面，其实都是让我们有需要回来，有许多的反省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上帝差遣先知先见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，说要离弃你们的恶行，遵守我的诫命，就是我给你们祖先的法律，和我借我仆人先知们传给你们的法律，也就是以前所交代给你们的，以及现在所交代给你们的。在这许多的诫命当中，都要去遵循，要去遵循这许多的诫命。过去上课所明白的，跟现在所领受的，以前在主日学所上到的，以及现在在读经、灵修、在主日礼拜、在小组聚会当中所领受到的，知道该怎么做。有可能这些东西所领受都一样，但是也在当中也不断的提醒，不断的提醒。但这边讲到说，但他们不肯听从，他们像他们祖先一样顽固，不信靠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一直是这样子，而犹大国也常常在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直有这样的状况持续在出现，持续在出现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一直不听，一直不听，他们不肯听从，不信靠上面的上帝，他们在当中一直在离弃上帝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，一直在这种不顺服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一直陷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生命你要做怎么样的调整？我们是不是一直持续的在这个不顺服当中？
还是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机会去做一些调整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用很大的力气在击打人民，要把人民调整回来。然而我们一直看到这些而已，所以才会一直觉得上帝很残暴，上帝用很残忍的方式、很残酷的方式在对待人民。当我们在看这许多的事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其实在前面还有许多的动作，许多的提醒，许多的教导，许多的部分，在要让人民回转归向上帝。但是我们却一直只是陷入在那当中，我们没有能够好好的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些话语，照着这些诫命来做。所以那边讲到说，从他们以前祖先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要领受这许多的恩典不容易，而要让这些恩典持续在我们当中持续的传承下去，让我们的孩子继续领受，也非常的不容易。一个很棒的父母，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父母，信仰很棒的，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很偏离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以色列国里面呈现的是一个状况，就是他们持续陷入在那罪当中，而且也让以色列人民也陷入在那罪里面。这样的情况从耶罗波安开始。然而南国犹大国，他们有几次的机会，他们回转向上帝，但是后续又堕落了，后续又离开了。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惜，不管北国南国，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惜。但是在这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呢？这边讲到说，他们不信靠上主他们的上帝，他们拒绝上主的教训，不守他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不理他们的劝诫。这样的约就是在所罗门之前，而所罗门之后，其实一直在反映出前面父母的罪，一直在反映出前面所带出来的分裂，而也带出了许多负面的效应。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的罪，好像也就是那么一次两次，但是后续所带出来的却是那么严重、这么严厉的惩罚。然而我们也谈过，在大卫的身上，那时候的人也可能也疏于孩子的教导。虽然上帝将这样的恩典祝福在所罗门，祝福在拔示巴跟大卫所生的孩子，然而在这当中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部分，在这当中还是有许多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东西。真的就是如此而已吗？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探讨。为什么所罗门，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恩典，给他智慧，给他所有他没有所求的，但是他却依然离弃了上帝呢？我们可以很简单说，这就是人的软弱。然而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在信仰的道路当中，如何来胜过人的软弱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拒绝上主的教训，这不也常常在教会里面发生吗？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听了许多教导，从主日学一直到长大，甚至到结婚等等的，我们都听了许多的教训，但是却拒绝了，也不遵守他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不理上帝的劝诫，不理这些祖先所教导的，先知所传讲的。这边说他们去拜虚无的偶像，然而自己也变成虚妄。确实我们看到有些人，
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依然去拜那些偶像，我们会觉得很可惜。但是我们也确实知道，我们没有带给他什么，没有给他更多的经验，没有给他更多的教导与喂养。有可能有些人领受到很多，但他依然离开了。在许多的诱惑，在许多的失望当中，可能就离开了。当然，我们在看以色列人民当中，可能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就跟着王一起走。所以就讲到说，他们去拜虚无的偶像，自己也变成虚妄。所以在这样拜金牛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离开了上帝了。在拜这金牛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看见的是我们好像我们国家很伟大。你看我们能够铸造这些金牛，你看我们这几场战役是赢的。而在这当中，他也听说邻国的很多的事迹，所以他们也去随从了邻国的风俗，不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仿效异族人。回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，基督徒是新以色列，都会说基督徒是新的选民。所以它的主题在哪里？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简化成，以色列国就像是教会一样，在以色列当中也充斥了许多的异教，甚至把巴力、把亚瑟拉带进了这个国家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常常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带进到教会里面来，把许多的异教徒所信的东西都带了进来。我们也会算命，也会讲星座，用了许多的方式说要去了解人，但是也都是用了许多那种异教的东西，甚至是算命的东西在做了解人，也把很多其他宗教的习俗带进了教会。就像昨天所谈的一样，可能在喜事当中，在婚嫁的过程当中，摆了许多那些婚嫁的东西，要看时间，要算时间，要看日期，要泼水，要丢扇子，然后要送6样或12样的礼，然后日子要哪一天，然后什么东西不能有事，甚至讲话当中也会说跋杯要跋杯之类的往生然后对于商家，我们怎么去关怀他？不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关怀，而是用了那许多民间信仰的习俗来关怀。所以我们会仿效这些。很多东西我们说本土化，但是许多本土化当中是被同化掉了。你怎么样去做本土化？有没有更多的明白，更多了解？透过本土化的过程当中，去进到他们的世界，去重塑他们的经验，然后带出基督的信仰，还只是单纯用别人的东西带到我们当中，然后让异教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？我们常常是后者，然后我们挂了一个本土化的名称，挂了一个关怀其他人的名字，挂了这个大光环，但是里面却是异教的东西。所以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。所以这位仿效的异族人、异教的其他信仰、宗教信仰的，我们用了太多这样的东西，所以确实基督宗教混杂了许多其他宗教信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生命要更新，那种更新是要把你的生命清理干净，让上帝的话进来，让上帝的灵进来。
而不是单单只是你的躯壳进到教会里面来而已。这边提到说，他们离弃上主，他们上帝所有的法律，离弃了所有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在耶罗波安那时候铸造2头金牛，又造了亚舍拉女神，拜星辰，拜巴力。星辰是什么？用现在来看，或许可以说是观星术、占星术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星座。许多时候，很多人也会用12宫的星座来在算命，来讲你现在运势。以前我们在高雄也很喜欢听一个电台，它常会有播放星星一族，我们会听得很开心。会过程当中，其实无意中就会去验证，今天是怎样？哇，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？然后今天什么的，虽然我们会觉得不信，但是我们已经喜欢听、习惯听，很自然的会摆进去。所以有些人也会讲到说我现在怎么样评估之后，说我现在的幸运色是黄色，我现在的幸运的方向是北方，是怎么样？所以要去调整它的座位。其实我们也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在他的机器上面放乖乖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开玩笑吧，希望我们的机器亮绿灯，希望我们的机器是乖乖的。但是到后来有很多也都变质了，又加了很多你不清楚那些宗教信仰的东西进去。所以有太多的东西就在我们无意间，就在我们觉得无所谓当中，已经进到里面去了。甚至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也在请人家吃尾牙，也都说我们现在要尾牙了，我们要喝春酒，我们要吃尾牙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块？很多的教会是这样，很多基督徒的企业也都说我们要办尾牙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？所以我们很自然的都被人家影响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铸造金牛来拜，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，拜星辰，侍奉巴力。我们这样说没有，但是当你真的是去梳理出来之后，有没有发现，可能你没有，但可能你的教会是如此，可能某一些同工也是如此，甚至你的牧师也是如此。这边又提到他们把自己的子女烧献给异教神明，又向通灵和算命的问卜，想要知道自己的运势。所以用透过各种算命的，就是想要知道现在运势未来的发展。而在当中有很多人会学那种算命的啊，不管是八卦或者说什么之类的，紫微斗数，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有学过这些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只讲一部分？这也是像现在人讲话一样，在攻击对方的时候只讲对方的不好，他的好都不说；讲自己的时候只讲自己对自己有利的，其他都不说。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是没有交集。就像以前好多年前那时候在讲同志运动的时候，保守的跟激进的两个是平行线，因为他们所讲的论点是不同的点，互相在攻击，其实是不同的论点。在赞同同婚的，其实他回到生命里面，回到神学里面，他不谈神学，他讲的是牧养观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去剖析这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两个是不同的平行线，在当中是没有结果的对话，只是互相在攻击。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充斥的也都是如此。昨天也跟一个弟兄在那边谈的时候，其实也会看到，现在政治界也都是如此。所以有时候会看一些新闻或政论节目，其实会看到很生气，因为常看到那些政论节目，不管你是在看到哪一台的，
是偏蓝偏绿的，偏红的，哪一种？你会发现，他们常常有很多人是知道这明明是错的，他要把它讲成是对的。明明知道他是对的，硬要杀他，杀到遍体鳞伤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。而有很多人算命是想要去得到他的好处，跟你说我知道你的过去，而你的未来你需要改运，你需要做什么。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，他花了几十万、几百万，要去破解他这些，但他说没有用。他跑了这么多的庙，跑了这么多，花了这么多，去了这么多宫庙，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。而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到教会，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真的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你只想要用宫庙的那一套来到教会去寻找你要的，甚至在这当中跟上帝一起谈条件，如果怎么样你就是真的神，如果怎么样，但后续都要来讲，这只是一个操作的过程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们依然陷入在那过程里面，那东西里面，也就是他们出卖自己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批判许多人，但是也回来在看的是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所在的状况是如何，我们是不是一直陷入在那种境况里面？所以上帝才会对以色列人发怒，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，只剩下犹大国。用犹大跟以色列来比的话，犹大是有特别的恩典，而两个去相比的话，也会看到犹大所犯的罪也很大。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比的话，可能一个是87分，一个是78分，一样都很严重，但是用人来看，好像还是有差一些。但是以色列人民也不遵守上帝的法律，他们仿效以色列人民所接受的风俗。所以从亚哈嫁了他女儿之后，南国也接受这些，也陷入在那情况里面，也仿效以色列人民所接受的风俗。所以这当中同婚之后，南国犹大也跟以色列也差不多了。因此上主弃绝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惩罚他们，把他们交在残忍的仇敌手中，最后从自己面前把他们驱逐出去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说，上帝不理我了，上帝离开我了啊，我的生命没有上帝，上帝没有出手帮助我等等，有很多的抱怨。有可能确实在那情况当中，我们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上帝，但是我们也会来看，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确实也陷入在那个状况里面了？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也确实已经陷入在那个情况？所以我们越陷越深，离开上帝越来越远，最后上帝直接把他们赶出去。虽然人在，但是生命是离开上帝的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是如此，我们都有在教会，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是离上帝很远的，甚至跟那异教的是一样，那种讲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他说他是基督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是什么样的生命？上主分立了以色列和犹大以后，以色列人也是北国以色列人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。耶罗波安引他们背弃上帝，使他们陷入在大罪中。这也是列王记里面一直在想的。耶罗波安以及他之后的王，不止自己犯罪，也影响了以色列人，也陷入在那罪当中。
所以后续的王以及人民随从耶罗波安，不断的重复他所犯的罪。所以直到上主从自己面前把他们驱逐出去，正如他先前接他仆人先知们所警告的一样。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，一直住在那里，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了。既然你们不听这块土地，你们先离开吧。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其实确实会有这一块，把人赶出去，把人赶出去，离开教会，离开以色列，把人赶出去。在天主教里面也会有这一块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把人赶出去。这种赶出去不是跟他隔绝了，而是希望他回来。所以在天主教里面，把他赶出去是让你去做许多的生命的调整，在这段旷野的时间，你去做生命的调整。你所犯的追求上帝赦免等等的，做这许多事情之后，不是单单把你赶出去而已，给你一些功课做。当你处理完，你再回来找神父；当你处理完，你愿意求上帝赦免、悔改赦免，上帝再次派先知、派一些人把以色列带回来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有时候也需要这一块。离开之后，不是完全的离开了，而是在当中真实的去反省，真实的去认罪，去面对生命的问题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看以色列跟犹大，也就是列王纪里面所记载这些的时候，会看到他们持续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惹上帝生气，而上帝不断的宽恕他们，不断的把他们呼唤回来，但是人们却一直陷入在那当中，一直在泥里打滚，在罪里面打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怎么样去选择？你有没有能够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？所以在当中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，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却常常是离开上帝，我们一直没有在那当中。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救赎。我们要看见上帝赐下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先回到他面前来降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去寻求上帝，在当中每天的灵修，每天的敬拜，每天领受上帝的话，也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帮助。透过每一次的灵修，每一次的默想，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被你拣选，但是我们也常像以色列人一样离弃了你，有许多自己的想法，有许多自己的规划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带领，主你的恩典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错误的选择，有许多自以为是的想法，许多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其他国家、其他的人民、其他信仰的人怎么做，但我们却没有回到你面前去求问上帝，你要我们怎么做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去经历这一些，而是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，更多的回到你面前，不单单只是想要领受恩典，而是愿意将自己降服在主你的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与恩膏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活出那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在许多的选择当中知道该怎么样来选择，不是一直在效仿、在学习、在模仿这许多外族外国的人，而是真实的去聆听上帝的话语，去聆听你所差遣的那些先知先见所说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主你面前，也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期待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我们生命满有上帝的话语与祝福。愿上帝祝福你。